10号下晡，立法委员陈廷辉邀请市员做伙到市会来针对10月14号开始要启动宣传，公投动起来活动记者会。距离公投日12月18号，敢若剩1个月。立委甲议员因会用一边骑铁马一边宣导的方式，来近亲日走访台南的各区，让各区的民众会当更了解公投对咱的影响。这4项是关于全国人民的代志。因为从能源、从国家政策、从经济，如果没有这些国家重要的一个指标，那么我们台湾就会没有竞争力。咱今麦咧拼的是咧替咱后一代拼，咱为咱后一代做好更较好的准备，它可以有竞争力，有竞争力才能够往前迈进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走进我们每一个区里，然后37区结合所有的议员一起走片片。用脚踏车的方式、骑铁马的方式，用咱更新为台湾的精神来拍拼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原来公投是这么重要的，你的这一票很重要。12月18号，你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，支持4个不同意，台湾才能更有利。另外，针对内地的议题，立委表示，经过证实，台湾目前无入口内地。立委要提醒民众，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其他党派恶意攻击。目前为止，我们所有的资料显示，因为我们用边境管理，还有所有的食品标示，人民可以有选择权，也就是说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猪肉。所以呢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资料显示是台湾根本没有任何的来猪，所以没有来猪，也就没有像国民党所说的让台湾人民吃有毒的猪肉。所以他这个都是用一个所谓口语化恐吓人民。最后，立委嘛依靠和4个无同意，互咱台湾更有力，呼吁民众12月18号一定要出来投票来维护台湾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